做灵母的细老姊妹啊，涉嫌甲一个1岁囡仔开击杀死。今日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头一届开调查庭，提审在案这2个姊妹啊，不过因2人唔承认犯罪。这辩护律师也指控检方违反警察部公开操作社会言论，而且主张不应该由国民法官来审理。不过检方认为讲，这国民法官参与对修补社会安全网是有帮助的。凯家属也批评这2个嫌犯，敢若想要脱罪尔。台北市1岁查甫囡仔凯，和故意的4楼的姊妹啊，涉嫌虐待死亡，震惊社会。这2个姊妹啊，互归押禁见。台北地检依照虐待儿童妨害身心发展第4罪，甲2个人起诉，并且请求依照违反儿少法加重其刑。台北地院国民法官2月头一摆开庭进行调查的庭书。法庭外口有凯家属，也阁有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，也阁有民众来到现场赞声。也那4楼姊妹啊，伫法庭上搁再否认犯罪。辩护律师反倒转甲检方违反刑事诉讼法，讲民众拢是站在国民法官，也毋过检方对外放消息，操作媒体舆论，影响民众，造成案件未审先判。主张专案不应该由国民法官来审理。作为辩护律师，我能够表达的意见，刚刚在开庭中已经全部表达了。那我想在法庭上已经表达的相当明确了。辩护律师指控检方违反警察部公开，而且有调查庭事不当，要求调查检察官侦问时的录影更迭。不过检方讲，虐待儿童案件全国真注意，除了应该公开审理，国民法官参与对着修补社会安全网有帮助。说一句难听一点的，检察官他根本不需要去透露任何的资讯，为什么？当小孩子凯他送医院的时候，那个伤势，所有的人眼睛瞎了吗？都看得到吧？就算有人去泄露这个东西，小孩子的伤势是怎么样，那个东西是事实，并不是说是虚构的。全身的伤哪里来的？跟你们都无关。那我觉得当一个律师，你可以为这些还没有被定罪的凶手辩护，当然觉得没问题。我也尊重人权律师，但是我觉得讲话要合情合理。调查庭结束了后，这2个姊妹啊，坐就警备车押回凯家属，不管2个人一直拖延审理的时间，想要脱罪，恳求法院还予凯一个公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